埋得不错嘛。鬼王宗不也是一样吗？就算找到万福古窟，你也没命再进去了。有命没命，打了再说。走。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姐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们先回锦绣房，等小凡来了，我给民众驱除蛊毒。那拜托了。义不容辞。走。爷爷，你给魏爷爷吃了什么？他发疯了！只是必须要辅以你张小凡的吸纳之力。他怎么知道我的法宝有吸食灵力的能力呢？张小凡，到你了。阿胜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们先去城主府帮忙。走。给我解药！我问你，李寻现在在哪儿？我不会说他。好，若你不怕这雷击酷刑，倒也无妨。但我只会让你反反复复，来来去去。别这样！我说。我带你们去。李寻，
秦无言，这回看你往哪儿跑！我是不是又做错事情了？你个笨狗，还不快追！是。别追了，陆师姐在下面下了禁制，他逃不掉的。能有用吗？九幽烈火，刺我阴眼，焚我身躯，夺我魂魄。10年情丝百年度，不斩相思，不忍故。既然无路可走，那么便同归于尽吧。他在下面做了什么？不好，他一定是将万夫古窟的封印打开了。接下来就全靠大家了，谢谢你们。说什么客气话？表哥，外公和于都就交给你了。哦，大家小心。喂，来啊！
先下去。走吧。陆师姐不会突然动手把碧瑶给捅了吧？师姐知道清楚，你们担心错人了吧？就不怕我把你们都捅了？我相信你，你不会的。到我门派的地方就要守我门派的规矩，以后有什么事，千万不要轻举妄动，交给我来处理。可别像避火天冰湖和空桑山那样再拖我后腿啊！什么味儿啊？叔叔碧瑶，你们还记得城外那个伏妖吗？啊？是吸血蝙蝠，万福古窟，所以因此得名。若里头俱是这些吸血怪物，定不能让他们出去，危害余都百姓。不错，我们得暂时封印住通道，待退出时再打开。嗯。小时候我在草苗村见过很多蝙蝠，它们都是睁眼瞎，只要我们不发出很大的声响，不至于惊动它们。我来带路。
先集合。